STEAM Everywhere。咁即係咧，我哋其實想將呢個 STEAM 帶到學校嘅每一個角落，讓同學咧喺學校嘅每一個角落咧都可以學習到、感受到、接觸到 STEAM 嘅。希望學生能夠透過有一個1:1嘅模擬駕駛艙啦，令到學生咧能夠首先用一個沉浸式嘅體驗，令到佢哋咧對於飛行啦，以至一啲飛行嘅知識咧有多啲嘅得着。STEM Room 入邊安裝咗個飛行模擬器，用咗英文軟件可以配合學生嘅飛行學習，咁我哋可以更加容易咁接觸關於航空嘅英文生字。透過呢個虛擬實境入邊呢，咁我哋就會喺星期六入邊咁啊開一啲嘅興趣班啦，咁就俾小朋友就用CoSpaces 嘅軟件，咁配合埋我哋嘅 VR 嘅眼鏡，咁就去做一個編程嘅活動啦咁樣。因為我們可以看見整個太空艙的那個結構是怎麼構造的，還有太陽能板呀等等是怎麼運行和飛行起來的。呢度有一個勾咧，可以勾人哋出去或者推人哋出去咧。咁咧之後後面嘅話咧就係都幾容易俾人整出去，但不過咧佢咧都可以整翻人哋出去咯。如果老人家有啲咩危險啊要求救嘅話，就只需要掂呢個位，佢就會傳遞啲信息去屋企部電腦度。仲有呢個AI 鏡頭啦，佢可以探測咧前面有啲乜嘢。咁佢哋兩個設計其實都係攞佢哋嘅強項，攞佢哋嘅好處擺埋一齊。咁最重要嘅其實就正正係呢一個嘅設計思維呢，係可以帶到去其實佢生活中，無論係其他嘅一啲學習啊，或者其他一啲事物嘅創作呢，都可以運用得到嘅。